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国道1号167公里往台中丰原的路段，昨晚暗5点发生着连环大车祸，有6台车来追撞，其中1台箱仔车当场来并车，有2个人可能是无下安全带，妨害出去车外往生路。这6台车的驾驶拢无啉酒。 高速公路顶车流大来来去去，后壁熊熊一只修理车变滚啊认，车内民众敢若无下安全带，直接放摔出车外。换一个角度，搁看一届白色的修理车，敢若是互后壁的车追撞，偏离原本的车道，搁甲其他的车追撞，前后拢总6只车拢做伙，画面是非常惊人。 2个查甫人面拢是血，倒伫咧修理车的边仔，袂顶袂动。民众看到赶紧报案。救护车到场，2个查甫人经过检查，拢无喘气心跳，赶紧甲人甲共车的2个受伤的查某人送去病院。 经过治疗，放摔出车外，2个查甫人拢救无活。车祸地点是国道1号上北往台中丰原路段。警方调查，昨晚暗5点外，一台货车敢若无注意到路况，弄到头前的轿车。轿车偏离车道了后，甲后壁的修理车追撞，致使修理车变滚落人，拢总影响到6只车。本案除伤势较严重，伤者尚未酒测外，其余驾驶人均无饮酒情形。有关肇事经过及噪音研判。 由本大队持续调查厘清中。因为当时是下班时间，车祸发生，所有车道拢总封起来。虽然警方赶紧车吊车到现场，不过伫咧排除事故进前，现场的车捌踏超过5公里。搁再提醒开车上路专员拢爱下安全带，以防意外状况。 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